伫饼皮放伫各种鸭、各花鸡知名的润饼店，风台天正常营业，只是来拢是在地人，游客相当的少，因为风雨较细，袂少店家拢选择开门做生意。对家己有信心嘛。想讲落雨天啊，嘛是会过来买安尼啦。啊，普通时啊，暂时拢排几排的。啊，今麦你看也无人啊。啊，我货架了，我就说啊，就出来卖啊。啊，就看今天的天气状况，风雨很大的话，我们就会提早休息啊。另外，知名的牛肉汤店店内满满的人潮，还有游客特别对苗栗来品尝。今天台风天，然后以前有喝过，还蛮好喝，就来这边喝，很温暖，可以喝到热腾腾的汤。镜头转到安平运河边仔，放了抽水机有风，路上拢无啥物人，民宿外口停满汽机车，游客拢无出门，老家店家铁门关的拢无营业。因为考量到风台天安全，拢选择休困。考及员工的安全，还有顾客的安全，都会就是宣布店休。今年芒果季又加上那个本来产量就少，加上那个台风的来袭，所有的果农会提前的采收。这拄热热着拄着风台，唔那拍乱侪人的计划，观光胜地更是受到影响。有冰店业者指出，甚至连今年产量本地就少的山野，果农嘛因为风台提早采收，山野的季节可能都会结束。台湾新闻社会陈宏报道。